即摆天气小可变凉啊，甚至有人感觉会冷哦，就开始选择要进补。不管是麻油鸡、姜母啊，还是摇头排骨、摇头啊、猪骹啊，这规碗烧乎乎的汤，安尼若灌落，哇，规身躯啊，拢烧起来。虽然食起来真爽快，但是要注意哦，这个营养素提醒哦，一碗汤这个热量啊，比一碗白饭搁较悬。中医师嘛有讲啊，咱即摆现代人营养啊早就有够啊，你也无必要讲你逐项拢都爱补。假使你若无按照你的体质去调整啊，恐惊你原底啊想要去调理你的身体啊，最后颠倒变做你身体的负担嘛。温度一降，袂少人就想要吃火锅、麻油鸡补一下。如果很冷的时候，就会很想要吃火锅，想要喝个热汤。冬天大家一定都会想说要吃麻油鸡啊，或者是姜母鸭这样。不过营养师就提醒大家，一碗汤的热量可能比一碗饭更较悬。虽然说汤是精华，可是往往为了让它喝起来更美味、更香，有时候我们加比较多的调味料，然后跟一些脂肪，一碗有可能有时候就400-500大卡咯。营养师嘛建议进补其实是看实在多元性加平衡，才会当有效果。那我们可以新鲜的食材来做一个替代，营养的东西都是在食材，而不是在汤。中医师嘛指出，现代人的问题大部分是心理压力，还有困眠不够，若是黑白进补，可能颠倒害。进补的话，可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说的话，反而是一个负担。食补嘛唔通补过头，才会当食了安心、够健康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